06年出生嘅佢，年僅15歲就以女團嘅身份出道，唔單止擁有可愛嘅貓咪相，個性亦都非常活潑，係隊內嘅團寵。雖然係隊裏面嘅忙內，但係喺 Challenge 嘅影片裏面，卻展現咗出眾嘅舞蹈實力。無論係 cover 男女團嘅舞蹈，都表現得游刃有餘。咁究竟佢係邊個呢？大家好，我係 Ann， 歡迎收睇觀星仔嘅頻道。今集同大家介紹嘅藝人係 MX 嘅忙內 Kyujin 張圭珍。2006年嘅5月26號，一位小女孩出生於南韓京畿道嘅城南市，佢個名叫 Kyujin 張圭珍。Kyujin 嘅爸爸係從事音樂行業，由於受到爸爸嘅熏陶之下，Kyujin 從小就中意咗唱歌同埋跳舞。幼稚園開始，夢想就係成為一位偶像。因為從小就有咗明確嘅目標，所以細個時候就參加咗舞蹈學院。2017年，年僅11歲嘅 Kyujin 參加咗 JYP 娛樂喺舞蹈學院舉行嘅內部試鏡。喺試鏡裏邊 ，Kyujin 演唱咗泰妍前輩嘅《Fine》，最終通過咗試鏡，成為咗 JYP 娛樂嘅練習生。進入咗 JYP 娛樂之後，當時仲係小學5年級嘅 Kyujin 係所有練習生當中年紀最細嘅一位。2018年，有人上傳咗 Kyujin 演唱 2NE1 前輩 Lonely 嘅影片，雖然當時年紀仲好細，但係已經展現咗美妙嘅歌聲同紮實嘅唱功。2021年 ，JYP 娛樂釋出新女團嘅成員影片。Kyujin 唔單止展示咗出眾嘅舞蹈實力，亦都喺個人嘅表演影片上邊展示咗超越年齡嘅唱功同表現力，加上甜美嘅外貌，亦都令人印象深刻。好多網友亦都唔敢相信影片裏面嘅女仔只有15歲。2022年2月22號，經歷咗4年嘅練習生生涯之後，年僅15歲嘅 Kyujin 就以 MX 嘅忙內身份出道。喺歌唱方面，雖然 Kyujin 唔係隊內嘅大主唱，不過唱功喺隊內亦都不容忽視。就算喺 MX 激烈嘅舞蹈當中，亦都能夠穩定消化現場嘅演唱。而且 Kyujin 嘅聲音比較清脆，喺唔少主打歌裏邊亦都擔任開頭嘅部分。喺舞蹈方面 ，Kyujin 嘅表現更為突出。舞蹈動作唔單止乾淨利落，而且力量嘅強弱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好似喺主打歌 Dice 裏面，就完美消化咗 Big Wave 嘅部分。Dance Break 嘅360度轉身，更加為 Kyujin 吸引咗唔少嘅 fans。除此之外 ，Kyujin 亦都經常翻跳其他男女團嘅舞蹈。喺直播上邊，除咗 MX 嘅舞蹈之外，亦都經常 cover 其他團嘅舞蹈。而且只要現場睇片1-2次，就能夠翻跳出歌曲8至9成嘅動作。消化舞蹈動作嘅速度可以稱之為偶像界嘅卡卡西。而且喺眾多 Kyujin 嘅 cover 裏邊，我最中意佢 cover 男團嘅舞蹈。Kyujin 唔單止 cover 到好多舞蹈嘅細節，亦都能夠展示到男團舞蹈動作嘅力量感。就算同師兄一齊拍嘅 Challenge， 展示出嚟嘅力度亦都毫不遜色。好多網友亦都留言稱讚 Kyujin 嘅舞蹈實力。雖然 Kyujin 係隊裏邊嘅忙內，但係成員都一致認為佢係團隊裏面最整潔同埋自我管理做得最好嘅成員。Kyujin 嘅 MBTI 係 ESFJ， 亦都係隊伍入邊唯一嘅 J 人，所以喺做嘢嘅時候都中意按照計劃去進行。好似喺 MX 嘅旅行團眾裏面，只有 Kyujin 一個人喺度計劃呢次旅行要做啲咩，而其他成員已經喺度揾緊民宿裏邊有啲咩可以玩，完全可以體現到 J 人同 P 人嘅分別。除此之外 ，Kyujin 亦都係團隊裏面被認為係最囉嗦嘅人，特別係喺處理舞蹈動作嘅時候，甚至被知乎稱之為囉嗦之王。Bay 亦都提到，如果喺練習嘅時候跳錯嘅話，一定要先行自我檢討。如果唔係嘅話，舞蹈老師 Kyujin 就會過嚟糾正你嘅錯誤。亦都係因為對舞蹈動作嘅認真，造就咗 Kyujin 嘅舞蹈實力。而 Kyujin 囉嗦嘅性格，亦都延伸到日常生活裏面。每當天氣轉涼嘅時候， Kyujin 就會提醒成員要着多啲衫。如果出邊即將落雨嘅話，亦都會提醒成員要帶遮出街。當大家去咗瞓覺之後，亦都係 Kyujin 喺度檢查各個房間有冇閂好燈，照顧成員嘅程度就好似 MX 嘅媽媽一樣。雖然係團隊裏面嘅忙內，但係 Kyujin 嘅成熟卻超越咗佢嘅年齡同埋外貌。隊長希王更加稱讚 Kyujin 係比自己更有責任感嘅成員。出道之後，因為 Kyujin 嘅外貌同隊內之狐有幾分相似，
所以無論係路人抑或粉絲，有時都會將佢哋撈亂。不過細心睇嘅話，其實唔難分辨佢哋。之狐嘅面部輪廓比較立體，鼻梁比較高，眼睛係圓潤飽滿嘅杏仁眼，擁有清晰嘅狗仔相；而 Kyujin 嘅面部輪廓比較圓潤，擁有一對微微向上嘅貓眼，係同師姐椰子一樣擁有可愛嘅小貓相。而且 Kyujin 有3粒標誌性嘅痣，都集中喺右邊嘅面上邊，分別喺鼻梁右邊有1粒，以及右邊面上邊有2粒，連起上嚟嘅話可以形成一個三角形。喺 MX 裏面，因為 Kyujin 係忙內嘅關係，所以叫其他成員嘅時候都會加上 Oni， 不過唯獨叫之狐嘅時候多數都唔會加，甚至有時候會搭佢全朵，完全冇將呢位 Oni 放在眼內。因為之狐同 Kyujin 係隊內最年輕嘅2人組，所以都成為咗隊內嘅忙內拉。兩個人拍檔嘅時候，亦都展現出可愛同埋年輕嘅活力，應該冇人可以抵禦到兩個人可愛嘅化學作用。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忙內拉嘅魅力，推薦大家可以睇下之狐同埋 Kyujin 頂尖嘅 work 度，以及忙內拉自家嘅綜藝 Jukumi。今期 Kyujin 嘅介紹就到此為止，你又中唔中意 Kyujin 呢？如果中意嘅話，又係咩原因呢？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討論。下期亦都會有其他 MX 成員嘅個人介紹。如果中意影片嘅話，可以撳 like 同 subscribe。我係 Ann，我哋有機會再見啦。고마워요，여러분，제 생일 파티에 와줘서 고마워요。안녕。